要下雨了，你们也累了，都回去歇息吧。回皇上的话，保护皇上是卑职应尽的职责，不敢懈怠。这是圣旨，难道你们要抗旨吗？都下去。是。一个也别放过！是。这是哪儿吗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什么时候换作战方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呀。皇上，是我来保护你。在这添什么乱？跟你们拼啦！兄弟们，上！等等，我要暗器。中！二哥，你这是……都给我拿下！是。皇上，他这是……我没事，让他留在这儿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走，都带走。是。走，快点。走。
三弟，你还记得，你我二人是兄弟。我一直把你当做兄弟，没有把你当做皇上看，所以我才敢跟你顶嘴，所以今天才会出来救你。你呀，这是撞了南墙才回头，见了棺材才落泪。为何不一开始就选对了人呢？唉，说白了，我这人就是贱。哎，你夺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我原本是恨你，我恨你为什么夺走了她，却不好好珍惜。我甚至想杀了你，但是你偏偏有时候给我一些小恩小惠。虽然我嘴硬，不领情，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挺感激你。哎，皇上，地上凉。小时候，你就经常与朕这样坐着说话。三弟啊，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可是你老是把自己的心藏起来。我原本打算恨你到底的，可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，我实在是做不到。我承认，我是个怂人。这件事上啊，我也怂了。今天要杀要剐，就随你了。啊，三弟。二哥，应月的事情，是朕对不起你。三弟，这个事情我早就想开了，不怪你。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今日就一笔勾销。以后，你要好好的帮朕打江山。我可是曾经害过皇上的人，三弟还能信我？朕早就笃定，你是不会害朕性命的。三弟啊，论智慧，我真是一辈子都输给你。对了，你刚才所说的独门暗器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是皇后娘娘亲自研制的，我走的时候绿篱送给我的，让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拿出来一撒。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。你个子高，头顶上的盔缨又比别人高半尺，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屁。是他。皇上想娘娘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顾不上想那么多。你先回去吧。